第四行甩咗個扣，織一個短針，記得要 mark 住呢個係第四行嘅第一針，扣實。然後呢一針係織加針，即係同一個針位織兩個短針。下一個針位一針，完成一個 pattern。一、二、一、一、二、一。我哋嚟多次。第一針，呢個針位兩針，下一個針位一針，一、二、呢度兩個，二、一，再嚟多次。呢個針位一，下一個針位加針，二，再下一個針位一，一，一針，加針，一針，一，加針，一針，一針，加針，
一針。第四行，第一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，長長呢個28。